滿天星信息發布系統，登入後台管理系統。我的單元，我的基本信息，昵稱、按鍵、編輯，重置用戶名稱，重新登錄後生效。用戶編碼，唯一帳號接入碼。用戶類型，原始生成。級別，原始生成。logo，商標圖。重置用戶名稱，登入帳號名稱。獲取6位數驗證碼。重置用戶名稱。重複輸入新用戶名稱。按鍵，重置用戶名稱。按鍵用戶名稱。重置密碼。獲取6位數驗證碼。輸入新密碼。重複輸入新密碼。按鍵重置密碼完成確認。